来看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伫去年满30周年，国家人权博物馆嘛对去年开始，就找囡仔用囡仔做主题，嘛训练囡仔家己规划展览，将人权的观念教予囡仔，嘛互囡仔思考伫疫情影响之下，囡仔的受教权甲生存权。 这边是石虎区，然后它代表是受保护权，受保护权代表是儿童有权利受到保护，远离毒品。用特别别种的招好，比如囡仔的受保护权，讲出疫情继续滚价，儿童权可能受到多一寡损害。囡仔也用海底、北极熊，也有鸟尾，比如儿童的教育、生存和参与权，佮家己画伫咧展览的海报顶头。这张海报是以我以前打的草稿为基础设计成这样，是因为其他组都是这样直接这样子横的切，我就想说，我想要换个方式。啊，这个展览拄好是写互囡仔看的，所以想讲可能因看这个较简单的了解基本的权利，迄是咧讲啥物安尼。 去年是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，国家人权博物馆对去年到大小耍2档，邀请囡仔兄、囡仔姐以人权做主题规划展览。政治受难者张德洲、陈庆生，也有受难者的逝岁拿文玉，也专工来听囡仔的想法。遮的父母吼，拢有这个意识啊，所以这实在是咱台湾一个真好的、进步的迄个氛围。将来他对人啊。 或是对家庭或对社会啊，他都会有一种，这个社会也是他自己做主。是对因的心上看到后盖，咱的社会有更较多的暗伫遐。无共世代对儿童人权的主张和定义有争吵，不如高前辈拢真欢喜看到即摆囡仔会当自细汉就对人权有知觉，会当主张家己的想法，也望因继续伫咧自由的社会不义大汉。记者民警陈玉水台北报道。